大家好，我哋係幸福加油站，一個由保良局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成立，喺育兒路上同家長分享喜與憂嘅資訊平台。我哋會發放唔同主題嘅育兒同埋正向資訊，以提升家長育兒嘅信心同埋促進親子關係。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就係樂子同心齊來換。各位家長、小朋友，我哋保良局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幸福加油站嚟緊將會送出罐頭盆栽小禮物俾咁多位，希望呢個小小嘅心意你哋會鍾意，同埋包含住我哋團隊對每個家庭嘅祝福。我哋相信每個小朋友都好似一粒種子咁，需要用心栽培，喺佢哋嘅成長路上灌溉足夠嘅愛、關懷同埋支持，令到佢哋可以茁壯成長。希望各位家長同埋小朋友收到呢份禮物嘅時候，都可以用心栽培，令到呢粒種子咧可以茁壯成長嘅，仲可以用嚟同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玩添。翻到嚟我哋今日嘅主題，各位家長，你嘅小朋友中意玩咩遊戲㗎？足球、LEGO、去遊樂場、畫畫定係煮飯仔啊？有咁多唔同嘅遊戲可以俾小朋友去揀去玩。成日都聽到人哋講話，遊戲對小朋友好重要。咁點解遊戲對小朋友嚟講係咁重要嘅呢？點解又要俾足夠嘅時間小朋友去玩啊？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每個小朋友都係有遊戲權。為咗小朋友健康嘅成長，佢哋有休息、玩休閒遊戲同娛樂活動嘅權利。就係因為咁，遊戲對小朋友嚟講係成長中重要嘅一環，喺遊戲入邊達到教育嘅目標。小朋友可以透過玩遊戲嚟表現自己，學習同人溝通。返學嘅時間，學校入邊有好多遊樂設施可以用，老師亦都會利用呢啲遊戲去幫助兒童學習。而喺其他時間，小朋友都係可以自由選擇合適自己同鍾意嘅遊戲。所以藉住11月20號兒童權利公約嘅成立日，鼓勵家長每日都俾小朋友有足夠嘅遊戲同埋機會，令到佢哋可以得到遊戲嘅滋潤，就好似種子一樣茁壯成長。遊戲係兒童嘅基本權利，就好似呼吸一樣係兒童嘅基本需要。遊戲唔單止可以令兒童快樂，亦都可以促進佢哋嘅身心發展，而且對佢哋嘅早期發展同埋腦部發展都好重要㗎。遊戲應該係由小朋友做主導，毫無目的，而且可以隨時隨地同埋不受空間上面嘅限制嘅。兒童可以喺遊戲嘅過程中感到放鬆、舒緩壓力，所以遊戲係兒童快樂成長嘅重要一環。透過遊戲，孩子可以學識點樣同人哋相處，而佢哋嘅心理發展同埋品格培養都會喺遊戲嘅時候塑造出嚟。家長喺遊戲嘅時候亦都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除咗提供唔同嘅機會俾小朋友喺遊戲之中探索學習之外，家長喺同孩子一齊玩嘅期間，都可以塑造孩子解決問題同埋佢哋嘅社交技能，亦都可以緊密聯繫家長同埋孩子嘅感情。咁究竟家長喺小朋友嘅遊戲之中擔任住一個點樣嘅角色呢？家長點樣可以進行有質素嘅親子互動遊戲時間呢？答案就係運用正向親子互動技巧啦。參考自親子正向互動指南，裏邊有4大範疇，包括係情感、回應、鼓勵同埋教學。喺呢4大範疇裏面，家長都可以運用正向親子互動技巧嘅。喺第一個範疇，情感方面，家長可以表達溫暖嘅情感、親密嘅肢體接觸，同埋對小朋友就有正面嘅表達嘅。例如用溫柔嘅聲音同小朋友說話，身體靠近小朋友，甚至可以稱讚小朋友㗎喎。而家我哋就一齊睇下以下嘅示範片段。仔仔見到你用咗呢個顏色喺呢度畫咗呢樣嘢，係啊，你好有心機，慢慢畫。媽媽都欣賞你好有心機慢慢去畫你想畫嘅嘢喎。媽媽，我畫得靚唔靚啊？畫得好好啊！媽媽欣賞你好俾心機去畫畫啊！見到你都好投入啊！我畫埋朵花送俾你啊！哇，多謝你啊！你真係好有媽媽心啊！媽媽都好錫你。嘻嘻。
而第二個技巧就係回應。回應係指要對幼兒嘅情緒、説話或者聲音、興趣同埋佢哋嘅行為作出一啲有效嘅回應。而有效嘅回應就包括要專注幼兒喺度做緊嘅事，轉變自己跟隨翻幼兒嘅節奏，要嘗試去跟隨翻幼兒做緊嘅事情，要回應幼兒嘅情緒，亦都要望住幼兒講嘢。當幼兒有啲聲音同埋説話嘅時候，我哋都要作出回應。而家我哋會播放一條示範短片。睇唔到啊！我見到你咧試咗幾次都砌唔到個LEGO，有啲唔開心喎。不如我同你一齊試下好唔好啊？耶！砌到啦！好耶！耶！唔玩啦，我要玩呢個。你而家想玩煮飯仔係咪呀？係啊，好啊，我同你一齊玩啦！好耶！我整好啦，俾你食啊！냠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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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多謝你啊！好好味啊！好耶！第三個技巧係鼓勵，家長積極支持小朋友喺探索、付出、技能、主動性、好奇心、創造力同埋玩耍各方面嘅發展。積極嘅支持係家長喺遊戲嘅過程中會尊重小朋友，例如支持佢哋嘅選擇，自行處理事情，等待佢嘅回覆，唔催促佢，亦都會鼓勵小朋友接觸玩具同埋佢嘅付出。而家我哋將會示範平時遊戲嘅時候可以點樣鼓勵小朋友。哇，爸爸，呢度有好多玩具玩啊！但係我唔知玩咩好喎。你覺得呢度好多玩具揀唔到，你不如試下攞啲玩具嚟睇下，睇下邊啲啱你玩。好啊，我揀玩呢個車啊。好啊。爸爸，點解佢哋砌唔到㗎？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啊？你有啲苦惱喎，砌唔到。你睇下呢度有個窿㗎，你試下睇下砌唔砌到？好啊。好欣賞你自己解決咗問題啊！你好努力啊！多謝爸爸，耶！第四個技巧係教學。常言道，寓學習於遊戲之中，所以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傾偈玩，過程中配合解釋同埋提問，刺激佢哋嘅認知發展，啟發思維。例如家長可以同小朋友解釋某樣嘢嘅原因，講解物件嘅特徵，同小朋友玩多啲假想遊戲，同埋跟隨描述小朋友嘅外顯行為，即係配合小朋友喺度玩緊嘅情景，同埋描述佢哋正喺度做緊嘅嘢。依家我哋就會示範平時可以點樣寓學習於遊戲之中。媽媽，我想玩煮飯仔啊！好啊，我哋一齊玩啦。好啊，等我切水果先。哎呀，切到！咦，嫲嫲，呢個係咩嚟㗎？我都未見過，呢個係咩嚟㗎？呢個係一個火龍果。火龍果咧，佢係又甜又多汁嘅沙果嚟㗎。咁咧，佢入邊係白色嘅果肉嚟嘅。遲啲嫲嫲出街帶你去見真嘅火龍果啦。好嘢！遲啲嫲嫲你帶我去買火龍果同埋食火龍果啊！好啊。嚟啦，咁等我繼續煮嘢先。好。嫲嫲，我煮呢個火龍果嘅汁俾你飲啊！多謝你啊！好唔好飲啊？好味啊！多謝你啊！嘻嘻。睇
睇完呢喺四大範疇裏面，家長可以點樣運用正向親子互動技巧嘅示範片段之後，而家呢都邀請家長陪伴小朋友玩10分鐘嘅遊戲，家長都可以試下運用頭先分享到嘅正向親子互動技巧㗎喎。